各位網友吉祥，我係寶善。上一次第一集播出之後呢，收到好多網友嘅留言，話聽完之後好感動。但係我想講，並唔係因為我講得好，而係因為大家都喺生活入邊係一個有心人。每一段嘅來信都係大家最真實嘅人生片段，大家願意打開你嘅心扉，寫信同我分享，呢一份嘅勇氣已經好珍貴。呢個節目嘅宗旨其實好簡單，希望透過大家匿名嘅來信，將你心入邊嘅困難講出嚟，再分享俾更多有相似經歷嘅人。當你聽到別人嘅故事，你可能會發現，原來唔係得我一個人咁孤單。當你寫低自己嘅心聲，亦可能會幫到另一個素未謀面嘅人。呢個節目係比較煩惱、有委屈、有啲嘢唔知可以同邊個講嘅你。每一封信背後都藏住一段人生，有時係傷心，有時係無力，有時只係一份靜靜咁樣想俾人聽見嘅心聲。如果你都有想講嘅故事，想講出嚟嘅感受，或者對人生有迷茫、疑惑、彷徨，都可以寫信俾我。你來信，我回應；你有煩惱，我嚟陪你。Hello，各位網友吉祥，大家吉祥。咁係啦，嚟到今日啦。今日咧，我哋嘅開場咧有一句說話同大家共勉，就係眾生皆有苦，但願我哋喺彼此嘅故事入邊能夠找到一點光。咁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承接住之前嘅節目咧，咁同大家講呢一樣嘢。跟住有請我哋嘅小編讀出封信。寶善老師你好，希望有緣可以讀出呢一封信，解答我心中嘅疑問，感謝。我曾經係一個感情好豐富嘅人，見到唔公平嘅事會憤慨，見到天災意外會傷心，會想幫手，見到好人好事亦都會感動。但係呢幾年我就好似冇咗好多呢啲嘅感覺，見到不平嘅事我就會覺得人性就係咁噶啦。見到天災意外嘅時候就會諗人生無常，發生咗都冇辦法啦。見到好人好事就會仲諗多咗添，就會覺得係咪呢啲都係人性嘅計算呢？成日都會將係咁啦放喺後邊，好聽啲嘅就叫睇透，唔好聽嘅就叫冷血。咁但係我而家依然會每晚做千座行去祈求眾生平安，希望所有眾生都可以同我一樣食得飽、着得暖，同埋有瓦遮頭。但係我內心深處又覺得唔係我求就有用，更主要係我明白而家嘅我根本冇好明確咁感受呢種苦啊，冇確實嘅感受又點會有相應呢？寶善老師，而家嘅我就好似行屍走肉咁究竟點樣先可以拎翻起呢啲感受呢？ OK， 呢個網友呢個來信好似係喺 Facebook 嗰度來信嘅，我記得係我哋做節目前大概一個星期左右佢咁呢個來信，咁所以咧就即刻回應你啦咁多謝你嘅來信。咁我睇完之後咧，其實我都明白你嘅心情嘅。咁你話自己以前係感受力好豐富啦，見到唔公義會憤慨啦，見到災難會流眼淚啦，見到好人好事會感動啦，跟住而家咧就話覺得人就係咁噶啦，人生無常啦，甚至好人好事都會俾人哋懷疑你嘅動機啦，你係咪真係想幫人啊，定係你想出名啊，等等等等等。咁你自己就話好聽啲叫做睇透，唔好聽啲就冷血咁樣。咁有時有啲嘢係心知啊嘛，係嘛？你心知，即係你記住，即使你個口唔表現出嚟之後都好，但係你個心係理解嘅，你個心係明白嘅，係嘛？咁只不過就係，其實講真啦，難道今時今日嘅香港人全部都變晒冷漠咩？我唔相信咯，我唔相信今時今日嘅全部嘅香港人都死晒個心，全都變晒冷漠，我唔相信嘅。其實我只係相信每一個香港人，佢會將佢呢一份嘅心放咗喺佢心入邊嘅深深處，係咪？咁呢個我相信有啲嘢係改變唔到嘅，譬如佢對公平啦、公義啦、正義啦，我相信香港人係刻喺每一個人嘅 DNA 入邊，即使外在嘅世界點樣變都好，香港人對正義、
對公義嘅追求，我覺得係永遠唔會改變嘅。呢個係我深信，我深信。OK， 就好似學佛嘅人咁，菩提心。假使熱鐵輪，終於頂上旋，終不以此苦，忘失菩提心。我成日舉一個例子，就係夢參老和尚嘅例子，一代嘅高僧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坐監冤獄。其實佢要出監獄好簡單嘅啫，只要佢搣爛本佛經，跟住掉爛尊佛像，或者係屙尿喺啲佛經、屙尿喺啲佛像度，跟住話佛像係垃圾冇用，佢就可以離開個監獄。但係佢冇咁做。佢堅持，係咪？甚至佢冇冤枉任何一個人，因為你要立功，咪寫邊個係做過啲壞事啊？咁你咪立功咯。咁好多時候點解會出現冤獄？就係有一啲人佢為咗要立功，佢就誣衊其他人，係咪？咁所以佢咪寫咗一啲人嘅罪證，所謂嘅罪證，但係實際上唔存在嘅。咁你就可以立功，你就可以出咗個監獄。所以佢冇咁做，咁佢冇咁做嘅時候，一直等到鄧小平上台啦，平反啦，哇，坐咗幾十年嘅監，一個正常人都俾人折磨到不似人形啦，係咪啊？即係，但係佢冇因為呢個苦而忘記咗佢最初點解要學習佛法，呢個就係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所以同樣道理，你睇透唔代表冷血嘅。佢講人生無常，人生本來就係無常噶啦。人生就係因為無常，所以我哋更加要珍惜。而因為珍惜，但係同時明白無常，所以我哋唔執着，係咪？冷血，你話其實唔係冷血。唔係你個心硬咗，你唔想受傷啫。有時係睇，即係有個叫做咩安全界線啊，係咪啊？所以我成日講，我啱啱有一堂課嘅，其實我呢啲而家新嘅課程係放咗落去靈感空間嗰度。大家唔好以為靈感空間係專講鬼故，你哋聽落去，你做咗伙伴你就知道靈感空間係啲乜嘢好嘢，係一啲好嘢嚟嘅入邊。人生你修行嘅時候有兩個心要法，一個叫出離心，一個叫菩提心。出離心就係你睇到世間嘅苦，世間嘅無常，所以你想離苦；而菩提心就係憫己復憐他，因為你見到呢個苦，你想出嚟，但係其他人未明白嘅時候，你要去令到啟發其他人，甚至令到別人離苦，係咪？自己一個人離苦唔夠，我仲想別人一齊離苦。咁所以你會令到你個心更加柔軟同埋慈悲。咁但係有時一種慈悲，佢唔一定係喺你外邊可以見得到嘅。有啲慈悲係內斂，係咪？有啲慈悲係內斂。所以你今日嘅狀態唔一定係一件壞事，係一個提醒。去提醒就係你去揾翻你嘅初心。點解當日你見到天災人禍嘅時候，你會有一個憐憫啦？點解你見到唔公義嘅時候，你會有一個憤慨喺度？你嘅初心係啲乜嘢？或者最初點解你會有呢個心？跟住你去了解佢，慢慢出離心、菩提心，一步一步。即係喺呢一個清代嘅時候，有一個叫做醒庵大師寫咗一篇叫做《勸發菩提心文》。我曾經喺網上面同大家講過，《勸發菩提心文》係我哋燃燈院每一個同學仔每個禮拜都要讀嘅一篇文章嚟嘅，就係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難圓句舌，係咪？即係你學法修行，你最緊要嘅就係乜嘢？就係你有冇發心，你有冇立願？你個發心就係你有冇一個標的啊？有冇一個目標？你為了什麼？當你好清晰地你知道哦，我為了什麼，我要做啲乜嘢嘢嘅時候，你先至會有一個方向，有一個目標去實踐每一步。即使你今日行一步都好，即使你10年行一步都好。你行嘅呢一步絕對比昨天多，比個目標你近咗，所以人一定要有目標，要發心，要有一個願，呢個好重要。如果你冇咗呢個願心嘅時候，你做幾多嘅所謂嘅善事，佢冇一個標的去嘅時候，呢個係落空，
即係所以你唔係一個有源頭嘅活水，你係一個死水嚟嘅。咁所以《華嚴經》更加好直接講咩？佢話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咁菩提心嘅另外一個菩提心一個好核心嘅基礎就係出離心。如果你不以出離心為一個標準嘅時候，即使你修得再好，都係天魔外道，係咪？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咁所以你要慢慢開始揾你嘅初心，呢個係好重要咯，係嘛？咁你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見到眾生苦或者點樣，啱㗎。你念千座行嘅時候，祈求眾生平安，啱嘅，你可以做得到嘅。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點光，每一個人都有一點光，每一個人手上都有一支蠟燭，回向嘅就係將我哋手上嘅蠟燭去點着別人手上嘅蠟燭。你點着咗人哋支蠟燭，唔會令到你支蠟燭變少，只會令到呢個世界嘅光變得更加光。所以你回向點會冇用呢？你嘅祈願點會冇用呢？一定有用。所以同樣道理，呢個世界嘅人其實冇冷漠，你亦都冇冷漠到，只係大家用咗另外一種形式去將我哋嗰一份心保存落嚟。係咪？咁另外就係最後多少少分享啦，多少少分享就係聖龕大師嗰度嗰個勸發菩提心文就係講發心其實有8種，佢話邪正真偽大小偏圓。邪嘅發心就係為名為利，正嘅發心就係為菩提，假嘅發心就係一時嘅感動，真嘅發心就係持之以恆，係咪？勇猛心易得，長遠心難求啊嘛。永遠9月1號開學嗰頭嗰10日係最勤力噶啦，跟住又買晒嗰啲咩讀書嗰啲練習簿嗰啲咁嘅嘢，跟住去到後邊咪全部出晒事啦，係咪？都冇喐過永遠都係新嘅，個封面係新嘅，個封面係舊，入邊全部都係新。細嘅發心就淨係為自己，大嘅發心就係為一切嘅眾生，如母嘅有情。偏嘅發心就係只顧自己，圓嘅發心就係周全一切嘅眾生。所以你而家話無感，其實唔係冇心，而係個心提醒翻緊你，你要由小轉大，回小向大，自利轉去利他。OK， 可能你以前會因為一件事感動，一件事感慨，嗰種感動嗰種感慨可能好快，但係菩提心唔同嘅。當你發咗呢個心之後，你就會有一個長遠嘅願力，佢唔係靠感覺嘅。即係地藏菩薩咧，佢發願我要度盡一切眾生，佢唔係一種天真嚟嘅。佢係行勻晒成個地獄，見晒所有最壞、最衰、最 cheap 嘅人，殺父殺母、出佛身血、殺阿羅漢，係咪破和合僧，幾壞嘅人佢全部見過晒。佢移起一個悲心，我要度盡一切眾生，聽我為母發廣大願，係咪度盡一切嘅眾生？而地藏菩薩唔係一個愣土千啊，唔係一個傻嘅年青人，一時間我要做世界首富，我要超越李嘉誠咁樣，唔係，佢係真係認識呢個世界，佢見盡繁華，見盡呢個世界有幾醜惡之後，佢話我要度盡一切眾生，呢個係地藏菩薩發嗰個廣大嘅願。OK， 所以菩提心又好，願心，佢唔係一時嘅一個感動，佢而係佢睇完呢個世界，佢理解，佢明白，而佢相信每一個人心中仲有一分善，仲有一點光，所以佢不斷努力去將每一個人心入邊嗰點光拉翻出嚟，叫翻醒，就係咁。咁所以其實你仲願意每一晚繼續做緊千座行，仲願意寫信嚟問我點樣可以攞翻呢個感覺，其實呢個已經係最好嘅證明啦。你個心仲喺度，你冇走到，你只係沉寂咗啫，慢慢嗌翻醒佢咪得咯。所以你唔需要怪自己冷血，亦都唔好以為麻木就等於完結啦嚇人生我經歷咗啦，都係女人都係咁啦，男人都係咁啦，係咪？前一麻木完全無感啊，唔係。發心係可以日日發，時時發，每一刻都發。你可以每日做完功課，你心入邊就發一個願，就係願一切眾生離苦得樂，願我唔會忘失菩提心，願我念念嘅修行都能夠回向正道。咁呢個願力就係最穩固嘅支持。所以
如果大家你聽到呢度你覺得有共鳴嘅，我想推介大家去睇《勸發菩提心文》，佢篇幅唔長，但係字字珠璣，你會發現原來喺清代係嘛幾百年前已經有大師啊為今日嘅你寫低咗答案。咁最後都係想邀請大家，如果你有類似嘅困惑，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同我分享。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人嘅，記得俾個 like share 出去，等更多嘅人可以一齊聽到，互相支持，共度難關。